很多人过了60岁以后，都以为每天散步就足够维持身体的平衡能力，但正是这种想法，让他们在跌倒时更加措手不及。我行医超过30年，见过太多长辈因为一次小小的失足，从此卧床不起。他们总是问我：医生，我明明每天都有走路，为什么还会摔倒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。因为你的身体只记得往前走的动作，当你突然需要往后退、往侧边闪避，或者突然失去重心时，你的大脑和肌肉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就像一台只会前进的车子，遇到需要倒车的时候就完全失灵了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少人知道的秘密：倒着走。听起来很奇怪，对吧？甚至有点荒谬。但这个看似简单，甚至有些违反直觉的动作，却是重新启动你大脑平衡系统、强化下肢肌肉群、预防跌倒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运动，不管是走路、爬楼梯、做家事，全都是往前的动作。我们的神经系统、肌肉记忆、反应速度，全都被训练成向前模式。一旦遇到需要后退、转身或者失去重心的情况，身体就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。倒着走能够激活那些平常很少使用的肌肉，特别是臀部、大腿后侧和小腿的深层稳定肌群。同时，它会强迫你的大脑重新处理空间感、平衡感和身体协调性。这不只是一个动作，而是一种神经重置。但我必须提醒你，如果你现在不认真听完这支影片，不了解正确的方法和注意事项，你可能会在尝试时受伤。更糟的是，你可能会继续用错误的方式锻炼，让自己的每一步都在不知不觉中走向第一次真正严重的跌倒。所以，请你耐心看完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关于健康的最佳建议。我想知道你现在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：你的身体就像一辆车，如果你只会往前开，从来不练习倒车，那么有一天，当你真的需要倒车时，你会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反应能力，方向盘该怎么转，刹车要踩多深，你会慌张，会失控。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。当你倒着走的时候，你的大脑必须处理全新的讯息，它要重新计算你的重心，调整你的步伐，协调你的肌肉收缩顺序。这个过程会激活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和小脑这2个区域，正是负责平衡、空间感和快速反应的核心区域。但问题是，大多数60岁以上的长辈已经连续30年只做向前的动作了。走路向前，爬楼梯向前，做家事也是向前弯腰。久而久之，神经系统变得懒惰，它不再需要处理复杂的平衡讯号，因为你的生活模式太单一了。于是，当你某一天突然需要后退几步，或者被人轻轻一碰，或者地面稍微不平，你的大脑就来不及反应了，它已经失去了那种及时调整的能力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明明看起来身体还不错，却会在非常简单的情况下跌倒，不是因为他们的腿没力，而是因为他们的神经反应变慢了。倒着走能够重新启动这个系统，它就像是帮你的身体按下重置键，让大脑重新学会处理不同方向的动作，让肌肉重新记得如何在各种姿势下保持稳定。这不是什么神奇的秘方，而是非常符合生理学原理的训练方法。你不需要跑得快，也不需要做高强度运动，你只需要每天花2分钟，慢慢的、稳稳的往后走几步，就这么简单。
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李文华先生72岁，住在新北市。他在来找我之前，已经在半年内跌倒过2次。第一次是在菜市场，他转身要拿东西时，脚步没跟上，整个人往后倒。第二次更严重，他在自家楼梯上失足，差点滚下去，幸好被家人扶住。李先生很沮丧，他告诉我，医生，我每天早上都有去公园走路，为什么还是会跌倒？我检查了他的肌肉力量、关节活动度，发现他的问题不是腿没力，而是神经反应太慢，加上某些关键肌群几乎没有被使用过。于是我建议他每天早上在家里的走廊倒着走2分钟。一开始他觉得很奇怪，甚至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我告诉他，这不是开玩笑，而是有科学根据的复健方法。2个星期后，李先生回诊时告诉我，他觉得自己的双腿变听话了，上下楼梯时不再害怕，转身时也不会，觉得重心不稳。他说，医生，我感觉像是拿回了50岁时的双腿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？因为倒着走的时候，你的臀大肌、大腿后侧的肌群，也就是腿后腱、小腿肌肉，还有核心肌群，全都被强迫启动。这些肌肉在平常走路时，往往只是跟着动，并没有真正出力。但当你倒退时，臀部必须用力抬起你的身体，大腿后侧要稳定你的膝关节，小腿要控制每一步的落地，核心则要保持你的躯干不歪斜。这些动作让那些沉睡已久的肌肉重新苏醒。而且倒着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，它会训练你的本体感觉，也就是说，你的身体会重新学会感知自己在空间中的位置。这对预防跌倒来说是最关键的能力。健康的双腿不是看你能跑多快，而是看你能不能在突然失去平衡时稳稳地站住，甚至稳稳地退一步，这才是真正的站得稳。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你的大脑。很多人以为运动只是练肌肉，其实不是真正在运动的，是你的大脑。当你倒着走的时候，你的小脑负责平衡和协调，和前额叶皮质负责计划和反应会同时被激活。这2个区域平常在你做重复性动作时几乎处于自动驾驶模式，但倒退不一样，因为你看不到后面，你的大脑必须更专注、更警觉，它要不断计算每一步的距离，调整你的重心，预测可能的障碍物。有研究使用脑电图 EEG 测量发现，倒着走时大脑的活动强度是正常走路的2倍以上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你的大脑正在重新训练，它在学习如何更快速地处理平衡讯号，如何更精准地控制肌肉，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做出正确反应。而且这种训练不只对平衡有帮助，对记忆力、专注力、反应速度都有明显的改善。很多长辈跟我说，他们开始练习倒着走之后，不止走路变稳了，连思考都变得更清晰，做事情也更有条理。这不是巧合，因为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在任何年龄都存在，只要你愿意给它新的挑战，它就会重新生长，重新连结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一直让大脑做同样的事情，它就会进入省电模式，反应越来越慢，处理速度越来越差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在面对突发状况时会来不及反应，不是因为他们老了、笨了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太久没有被真正挑战过了。倒着走
就是一种伪装成运动的大脑训练。它看起来只是简单的身体动作，但实际上你是在重新启动你的神经系统，强化你的反应速度，让你的大脑保持年轻。现在我要教你如何安全地开始练习倒着走。好消息是，你不需要去健身房，不需要任何器材，只需要一条平坦的走道就可以了。以下是6个步骤，请你仔细听，仔细记。第一步，选择安全的地点，可以是你家里的走廊、社区的长廊，或者公园里平坦的步道。最重要的是，地面要平整，没有杂物，光线充足。第二步，找一面墙或扶手，特别是刚开始练习的前几天，一定要让自己随时能扶住东西。这不是示弱，而是聪明的保护措施。第三步，穿对的鞋子，鞋底要平，要防滑，要包覆性好，千万不要穿拖鞋、凉鞋，或者鞋底已经磨平的旧鞋。第四步，每次只练2分钟，不要贪心，不要想说多练，一点效果会更好。你的神经系统需要时间适应，如果一次练太久，反而容易疲劳，增加受伤风险。慢慢来，稳稳的退，每一步都要踩实。第5步，保持上半身挺直，眼睛轻轻看向前方，不要低头看地板，也不要过度紧张。你的身体会自己找到平衡点，你只要保持放松，保持专注就好。第6步，每天练习，持之以恒比强度更重要。与其1个礼拜练1次，每次练10分钟，不如每天练2分钟，让你的大脑和肌肉每天都接收到这个讯号，他们才会真正记住。孩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，如果你在练习过程中感到头晕、失去平衡或者任何不舒服，请立刻停下来，扶住墙壁或扶手，深呼吸，让自己稳定下来，不要硬撑，不要觉得自己必须完成2分钟。你的身体正在学习新的东西，它需要休息，需要时间来储存这些新的神经连结。记住，不用快，只要稳，每一步都踩实，每一天都坚持。3个星期后，你会发现自己的平衡感、反应速度、双腿的稳定性都有明显的进步。练对了方向，还要吃对时间。很多长辈问我，医生，我有在运动，为什么肌肉还是没力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你没有给肌肉足够的原料来修复和生长。过了60岁以后，身体对蛋白质的吸收能力会下降，这意味着，即使你吃了足够的食物，你的肌肉可能还是吃不饱。如果你的大脑学会了新的动作，但你的肌肉没有足够的营养来强化，那就是大脑赢了，肌肉输了。所以，运动之后的营养补充非常重要。我通常建议我的病人，在练习倒着走之后的30到60分钟内，吃一些容易消化、富含蛋白质的食物。对台湾的长辈来说，这些选择其实很方便。豆浆1杯无糖豆浆，大约有8到10公克的优质植物性蛋白质，而且非常好吸收。卤蛋1颗水煮蛋或卤蛋，含有6到7公克的完整蛋白质，是最经济实惠的选择。鱼片清蒸的鲈鱼、鲷鱼或虱目鱼，都是非常优质的
蛋白质来源，而且油脂健康，豆腐、嫩豆腐、板豆腐都可以，简单汆烫后加一点酱油，就是很好的蛋白质补充。少量鸡胸肉，如果你吃得下，鸡胸肉是蛋白质含量最高、脂肪最低的选择。重点不是吃得多，而是吃得对、吃得及时。运动后的这一段时间，你的肌肉最需要营养，吸收效率也最好。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时机，等到2-3个小时后才吃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而且蛋白质不只是帮助肌肉生长，它还能帮助神经系统修复、加强骨骼密度、提升免疫力。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就不需要吃蛋白质，恰恰相反，你比年轻人更需要。练对方向，也要吃对时间，这样你的每一次练习才能真正转化成你身体的力量。倒退5分钟，换回10年稳定力，这不是夸张的口号，而是我在诊间里看过无数次的真实改变。很多长辈一开始都觉得倒着走很奇怪、很不自然，甚至有点好笑。但当他们真的开始练习、坚持下去，他们会发现，原来自己的身体还有这么多潜力，原来自己还可以重新站得这么稳。我希望你今天听完这支影片之后，不要只是点个赞，然后就忘了。我希望你真的去试试看，找一条安全的走廊，扶着墙，慢慢的往后退几步。也许就在那一刻，你会感觉到你的双腿重新找回了那种稳定的力量，你的大脑重新醒过来，开始处理那些它已经遗忘很久的讯号。每一步往后退，都是在为你未来的每一天往前走，打下更稳固的基础。今天的每一次倒退，都是在为明天的自由行动做准备。如果你的父母、你的长辈还没有开始练习，请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，让他们知道，跌倒不是老化的必然结果，而是可以预防的。让他们知道，只要愿意每天花2分钟，他们就能重新找回那种站得稳、走得稳的自信。我也想邀请你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开始倒着走了，让我知道你已经踏出了这一步。接下来，我还继续推出熟龄重启力系列影片，教你更多简单、有效、安全的方法，来保护你的关节，强化你的肌肉，提升你的活动能力。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对你有帮助的内容。谢谢你今天的收看，祝你健康平安，走得稳。我们下次见。